让一切积聚终将散尽。即使统治南瞻部族的国王，也有沦落为乞丐的时候。许多人上半生受用圆满，下半生一切财产受用耗尽，饥饿而死。虽然有的去年拥有数百头牦牛，但遭到大雪或其他灾难，今年沦为乞丐。昨日地位显赫、财富圆满的富豪，被土地摧毁，今天成为乞丐等等，有许多我们亲眼目睹的实例。受用财物不可能长有，所以应当反复观想思维，而放视财物。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主要的就是要做主要讲的就是我们要做布施的部分用自己的财物来做布施的部分。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前面所讲的一切都是变化之中，一切都是无常之中，所以聚在所有的聚在一起的都是会分开的，所有最高的地位的也是到最后会是落到最底的这种的这个事实然后怎么说呢？所有在居住的也是会最后也是一样的，会全部都是会怎么说呢？分开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相当这里面所讲的对，就是财富方面嘛，就是相当就是在去年有很富有的。其实这个事情来说呢，我们这个世界上现在，尤其是现在呢，就是大家可以更多的，像比如说当初在巴珠仁波切写这本书的这个时候，那么刚是在藏地来说的话，也是这些都是一样的可以听得懂的一样的可以听得懂，是这么小的环境里面也是会有这些的变化。那但是现在我们针对整个的全世界的时候，那就更加的能够可以听得懂那么在上个月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公式，那么这个月有没有存在，这也是自然的变化。所以相当就是这一次今年的这个疫情的这个关系倒了多少个大的公司，倒闭了多少的，那就是包括就是很多听说的，就是很多航空公司都已经倒闭了，这些的消息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的很清楚的。所以这里面佛法里面所讲的一切都是讲的都是事实，没有什么其他的知识。一切佛的一切都是就是因果轮回今天就怎么说呢？一个总统好像就是怎么说呢？怎么说呢？下台了，或者是这些只是停下，平常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今天有了这个佛法的这个学问，用作为这个来背经的话，每一次在我们的眼前所谓的发生的这个变化，全部都是变成我们修行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帮助，变成我们不同的。同样的，如果是把这些不好的事情今天发生在自己的身边的时候，那更没有什么想不通的那么更没有什么特别就是马上就是感到了那种就想不通的，然后就是这些事情是不存在的，所以更加能够可以想得通。所以这个方面来说的，我们平常是作为观修无常。那么观修无常结果是什么呢？我们都是要有一个行为就是要行动。行动的时候，我们就是观想一切财富圆满是不是永久的？是谁呢？也这样去想的话，我们就此时此刻在任何时间，我们就当下就能够可以下定
决心要好好的就是修持正法那么说明当中呢，就是有布施的般若。就今天这一段呢，讲的就是财务的方面。财务的部分来说的，金钱也好，在物质的这些方面，那么这个的结果修持用什么？用这些来修持什么？就是要上供下施。那么这也是放下自己的执着。平常我们在做布施跟供养这些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拿这个金钱或者是拿这个物质来帮助人家布施的时候，当然也是对他人有帮助，这也是一个功德。但是从我们佛教里面所讲的佛法的这个布施，是所谓的布施度来说的，从你自己的内心当中放下对这个债务的执着，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读过那个相当于就是六度般若当中的布施般若是什么？我们从自己的内心里面对这个物质的执着断除的话，你的布施的般若是圆满的。不然你就是如果是就今天拿了多少整个的南瞻部洲的所有，也可以说是整个的这个世界的所有的金钱拿去你布施的话，你还是只是产生了更大的执着，然后就是你产生了更大的对这个金钱跟物质的执着越来越提高的话，那就并不是什么你布施的功德。布施的功德来说你就必须得要放下这个。我们修持主要就是放下。放下到我们为什么说用金钱做供养跟布施是有功德呢？因为我们对金钱是有一定的执着，所以因为我们的执着要断除，所以就是对金钱的执着放下，这其实是我们真正的能可以看得到的功德。所以我们尽力清净修持正法，合久必分一切聚合终讲宾终讲什么？分离，终讲分离，善尽，一切寄居，终将善尽，是不是？一切聚合终将分离，聚在一起会分开，那个。然后您说的那可能在后面。就是合久必分。那我这个里面没有好像这个文字里面好像没有。好了，没事。我们讲的现在我现在讲的不是合久分离我现在讲的就是荣姐，你说的上一段积寂必尽，一切居聚终将散尽，这是上一段，您刚刚105页对，上一段，对，善尽是100，应当思维，不定能好，弄错了，下一个喝酒对，好，看到。是，一切聚合终将分离蒙蔽的大市场和大法会，虽然聚聚了来自四面八方成千上万的人，最终他们也几个儿子对，前面讲的就是这个，前面就是有些对，这个讲的就是那个牛的部分，然后还有自己这个是家产嘛，就相当就是可以现在呢，就是大家认为家产可以。我刚刚讲的就是那个公司那些家庭都可以，
这边有写那个有怎么说呢？眼地会摧坏的这个部分。合久必分他从这里一切聚合终将分离。某地的大市场或大法会，虽然集聚了来自四面八方成千上万的人，最终他们将各分东西。虽然甚至师徒、主仆、施主、福田、道友、兄弟、夫妻等和睦相处，但最终无论如何也无法不分离。若突然出现死亡或暂时的恶缘，则立即会分离。这些都是无法确定。现在朝夕相处的道友、家人等不久也必将分离，所以互相不以嗔怒争吵。那么这个方面我前面也已经讲过嘛，这个部分你们一定要对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啊，有家庭的人没有家庭的人都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个社会上你没有家人的情况下，没有家人的那个相处的对象的情况下，也是对这个社会，对一个团体对自己的这个环境，包括邻居也好，亲朋好友，都是你的相处的对境。所以这个方面必须得要知道的话怎么做呢？就是每天要对他好，每天要做好事，每天都是要去服务他。当然这些也是没有办法做得到，但是必须得要知道无常。这眼前的所有一切都是无常，刚是无常也没有用啊。比如说没有学佛法，不知道因果的这种真实的情况的一个人来说的话，那你如果是感到无常的话，也是没有什么用啊。那也许可能他会说，哎呀，反正就是明天不知道在不在，所以我今天就是要得到自己的好处的话，就一定会伤害他人也好，什么都会做，会有这种想法都有可能。但是我们都知道因果，而且是做善事是有好处的，那么做坏事是有那个果报的，有这种的那种概念，因果概念非常清楚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可以在有无常的这种概念的话，那可以我们修得很好。那么忍辱也可以做得到，布施也可以做得到，那么就是修善也可以做得到，一切都会做得到。因为修善为什么做得到？因为我们知道在生生世世当中得到真正的永恒的方式是修善的结果。知道以后呢，就是我们都需要这个是必须得要得到的，这是我们追求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话用什么方式才可以？因为今生能够可以好好的修持佛法，好好的做善事，好好的做好事，才会有这个结果。所以感到无常的情况下，怕我们做不完做不好，所以呢就是更加的能够可以去努力的去精进的修持佛法，所以这就是无常的好处。那么忍辱无常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想在家人也好亲戚朋友也好，这些一切环境里面，我就没有必要这么多的计较。因为什么呢？就是在一起是不会是很长时间，说不定明天不在一起所以我为什么这么多的计较？那么这些计较对他人有太多的要求跟想法，这些都是不好的。这从因果方面来说的，不是善的因，都是不好的。这是要不就是贪心的，要不就是嗔恨心的，要不就是嫉妒心的，要不就是我执着的，要不就是很自私的想法。因为这样，所以对他不满所以这个当中来说的，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不要对他人任何的要求，说他对与不对，完全全想自己对与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无常对忍辱有是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无常对这个精进修持，那就不用讲，就是最大的帮助。因为就是不去精进修持的情况下，我们知道下面的人生是非常难得，而且是我们下面人生才是可以能够修持佛法。
知道佛法的殊胜性、解脱的功德，我们都知道因果轮回的这些怎么说呢，道理全部知道了，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修持的情况下，那怎么办呢？我们只是知道，但没有去做，我们得不到任何的利益啊。那么没有得到任何利益的情况下，我们知道下面人生是非常难得的，所以下一世我不一定能得到，所以就我们有一种恐惧，时间不够的恐惧，所以就是更精进努力的去修持佛法。忍辱跟无常也是前面讲过嘛，布施跟无常也是这样一个帮助。因为我们知道无常，所以就是对时间的金钱，我们能够可以舍得，我们能够可以放得下，可以做上供下施的功德。忍辱也一样，精进也一样，那么禅定也是一样。我们知道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所以我们好好的去修持那么定下心来修才是最有用的。所以我们好好的去修持佛法，所以就是相当就是在六度波罗蜜的方法在六度波罗蜜修持的基础作为无常来修持的话，就是最殊胜的、最圆满的，而且是最需要的一个方法。不好意思东西，师徒相处出现死亡、生死、恶缘。不比例的定数的现在朝夕相处的道友、家人等不足也必将分离是吧？对。所以相互持见，不因嗔怒、争吵、斗争发生矛盾等，有任何辩论，只有自己一人独自漂泊于中阴界不是，我这每次都这个弄错应当思维不一定能长期相处，很快就会分离，因此在极为短暂的岁月中是吧？对。应互相互敬互爱和睦相处。如帕当巴尊者言，如帕当巴尊者言夫妻无常，犹如己适可，切莫恶语争吵当着吧。堆积必倒，从堆积必倒好。帕当巴尊者的言，这个里面呢就是两个词，这些来说的，平常这些都是比对的，这些都是因为非常殊胜的窍诀，所以这些背起来，然后以后可以用非常重要。因为每一个人有家庭的一切，实际上来说呢，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呢，就可以把它变成为修行的这种好的一种道具跟使用，但也会没有智慧的情况下，会变成修行的障碍，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平常就是争吵各个方面
都是会是想到就是长久的一个没有无常的概念，所以就会争吵。所以这些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虽然都是无常，所以就是只要是修行为重要。所以世间的一切，如果说你觉得它还没有道理的情况下，那你应该要知道可以当做你比他更好。这个是每一个人都会想，哎呀，我是比他更好，这是肯定会想的，每一个人都会想。但是你要比他好的话，怎么好？你能够可以忍辱他吗？你能够可以忍耐忍辱他的话，那你真的是比他更好。但是你都不能忍辱，那就跟他争吵的时候，你比他好什么呢？哪里好啊？没有好嘛。你比他更惨，或者是更不好。但是这个没有认得出来。学习佛法是要认出自己的本来的真正的面目，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当日瓦，当日瓦就是一个地址，相当于就是从一个地方来的，就是当日是一个地方的名字，从那个地方来的一个地址叫当日瓦，就相当于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一个地址一个地址，它的名字这里面没有它的名字，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是当日那个地方来的，所以就是当日来的人就是叫当日瓦，就这个意思。自本作人着康着